根據醫管局最新統計，喺2021年，患症新增個案高達38,462宗，平均每日有105人確診。患症個案一直都有上升嘅趨勢。隨住醫學進步，患症病患者嘅5年存活率有明顯提升。除咗接受電療、化療，唔少患者亦會配合中醫方法，舒緩療程期間不適，幫助身體康復。而靈芝就係較受歡迎嘅天然草本之一。咁靈芝點樣幫到患症病人呢？咁喺傳統嘅中醫角度上啦，靈芝係性甘味平，歸心、肺、肝、腎經，係可以補氣安神嘅。針對患症治療後嘅身體虛弱，亦都有助患者身體加快復原。而靈芝亦都有唔同嘅種類啦，咁其中赤芝同紫芝就記載於中國藥典上，所以藥用價值係備受肯定嘅。赤芝係可以養心安神，紫芝係有益精氣，而靈芝孢子油咧就係由靈芝孢子提取而成嘅保健品，亦都有助強化免疫系統。喺中醫臨床實踐上咧，係可以減輕患症患者喺療程時帶嚟嘅副作用嘅。咁而現代藥理研究都指出，靈芝嘅靈芝三貼係可以發揮藥效嘅。靈芝酸 A 係有助於抗頑疾同埋抗衰老，而靈芝多糖咧就可以增強免疫力。如人參療康素靈芝破壁孢子油系列，全方位針對患者唔同階段嘅需要作保健。靈芝破壁孢子油3合1配方，適合療程中人士服用。生產過程採用3大專利技術，含有15倍高濃縮赤芝提取物及紫芝提取物。入面嘅靈芝酸 A 有助減少輻射傷害，保護神經元，穩定病人治療期間嘅體質。靈芝基地部分原料近連續18年獲得中、美、日、歐盟有機認證，品質穩定。康復後想加快病後恢復，可以食靈芝破壁孢子油。產品加入純度100% 嘅靈芝孢子油，三貼類含量高達87%，比一般市場靈芝產品高4倍，可以增強患者嘅免疫力，加快病後恢復。如果大家有患症家族史，想用嚟保健，或者成日飲酒想護肝嘅朋友都啱食。何醫師啊，除咗保健品之外咧，仲有啲咩方法可以舒緩患者喺治療期間嘅不適呢？咁好多患者咧喺療程期間都會出現護心嘔吐嘅不適啦。咁而內關穴咧係有助於消胃氣同埋止嘔嘅。咁療程同療程後按壓咧，亦都可以減輕患者胃脹啦、嘔吐嘅情況嘅。當握拳嘅時候，前臂正中有2條筋突出，咁內關穴就喺呢兩筋之間，手腕橫紋上3指嘅高度，力度咧就以患者感覺到酸、麻、脹、痛為準。每次施壓時間為3至5分鐘嘅。除咗靈芝孢子油啦，患者康復之後咧，可以點樣調理身體呢？咁患者咧可以選擇一啲天然草本嘅食療啦，例如野生冬蟲夏草，可以補腎益肺、增強免疫力同埋補充體力，特別適合病後身體虛弱嘅人士服用嘅。如人參野生冬蟲夏草膠囊採用100% 野生冬蟲夏草，由西藏拿曲直送，每粒都保留咗冬蟲夏草嘅全株精華，方便食用。產品有助補腎益肺、增強抗病力，適合體虛易攰嘅人士服用。真實用家更分享於手術後每日食用如人參野生冬蟲夏草膠囊及療康素靈芝破壁孢子油軟膠囊，精神狀態快速恢復，仲可以參加馬拉松、去埋內蒙旅行同行山添。唔同嘅中藥材配合，可以喺療程唔同階段提供相輔相成嘅效果，為大家帶嚟健康嘅人生。